刘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吼，伫咱的中间有一群真特殊的人，因的礼拜方式、敬拜方式，甲咱无啥共款，因为因爱用比的，吼但是咱是共款是上帝的囝儿，吼上帝嘛疼痛因，吼因平常时拢伫总会地下室咧聚会，今日等于是野外礼拜啦，因为因平常时要出外无遐方便。所以因伫咱礼拜煞以后，咱遮礼拜煞以后，因会去动物园。因可能嘛是伫疫情的中间，无休困，无停止实体聚会，因为因爱看手语、听牧师的迄种个讲道。所以咱今日同齐做阵，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写面的奉献袋啊，若有感动的，为因来奉献。这是咱三个来祈祷。天阮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教阮爱去叫万百姓做你的门徒。在这个世间，有侪款无共款的人，因有无共款的需要。但是主，你对阮的疼拢是共款的。主啊，阮同齐聚集在这个所在敬拜你。虽然阮常常用的是无共款的方式。但是，阮对你的疼，阮感受平安喜乐是共款的。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今日的服侍，伫你主你的面前，伫主你的感纳，也互阮透过今日互相沟通、互相认捌，会当搁较知影，伫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拢有主你的囝儿，用无共款的方法来敬拜你。恳求你帮咱带领，第下礼拜。有风台要来，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拢会当得到平安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伫主日会当同齐来遮敬拜上帝。今日特别真欢喜，咱真欢迎咱普谷教会的兄弟姊妹，甲咱同齐伫遮来敬拜上帝吼。咱特别做礼拜之前，咱提先来练一个歌。咱提先来唱这个透早起来爱学老主。咱逐工毋若干那主日，干那逐工，咱嘛是透早起来都爱来学老主，学老主来学老咱的上帝哦吼，来。来，透早起来学老主，透早起来学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学老主，透早起来学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将我的生命给交托予伊，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起来，会晓唱的大声唱我主。透早起来学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学老主，透早起来学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安尼是一首啦吼。咱伫欢喜的时，咱嘛爱来学了咱上帝。有阵时拄着患难的时阵，咱更爱来学了上帝。但是这无容易吼，因为咱是有5万的人吼。好，咱过来唱一遍咯吼。透早起来学老主，透早起来
来哦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透早起来哦，老主，因为有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搁一遍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感谢主，请咱献开咱今日要献的诗481首。这是今仔日要献的诗吼，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。咱若看圣诗的人吼，伫第二铺表遐有写一个一，吼，咱爱搁倒转去，吼，爱搁倒转搁唱一遍，再唱到第2个所在，再搁唱到上尾啊，吼，伫第4行的领受同一洗礼，吼，领受同一，吼，同一洗礼，吼，好，来。咱着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接合一，咱着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接合一，当伊上帝，当伊的主，讲一个心，讲一个跳。一起来相信，领受同一洗礼，咱相处主名，给咱一体。搁一遍，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接合一，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主接合一。同志上帝，同伊来主，讲一个心，讲一个跳，对一个相信，领受同伊洗礼，咱相主主名，给咱一体。好，请咱再来献开241首，恁着感谢上主至大。咱着感谢咱的上主至大。好来，来，恁着感谢上主至大，主爱愿我的德。伊的梦予我光我恳献感谢献祭，这是上帝献所的梦，伊人应该接起。主你只求是在纠正，当我。好，搁
搁请咱来献开咱的月圣诗665首，这是咱的月圣诗已经唱3礼拜去啊吼，但是咱今日嘛是搁来复习一下。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哦吼。天边可怜，世间艰苦，大开救恩的路，切希先叫救主耶稣，感谢是咱受苦。万言更贵，先别兄弟，珍贵眼望不退，稳定好气，欢喜平安，归队就来中高。第2节，河边真君救主耶稣，就是真理花路，勇敢去着地狱来行，道不用主。万言更贵，先别兄弟，珍贵眼望不退，稳定好气，欢喜平安，归队就来中高。好，咱今日练习到这，请咱闭眼心来做礼拜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
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65首。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大开救恩的路，找伊圣囝救主耶稣，降世替人受苦。愿荣光归圣父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。恩典、福气、欢喜、平安归地上人中间。圣诗65首，天父可怜世人艰苦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用主的祈祷文来做咱的祈祷。伫咧周报第7面，咱做伙来读主的祈祷文。请，阮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叫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这是咱做伙来读主的读
启应文第56篇。启应文第56篇，伫咧信息后壁面，启应文56篇，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。咱做伙来启应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一切受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遐会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。阮有看见伊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无人捌看见上帝。即是咱搁来吟诗，圣诗241首。恁着感谢上主至大，恁着感谢上主至大，慈爱永远伫地。开伊的门，互我群我虔诚感谢献祭。圣诗241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主，感谢你搁一摆主持阮兄弟姊妹同心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愿你的心意、你的平安喜乐充满阮。感谢你的大疼痛。阮知你要人人悔改，赢过献祭，
因为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。独独遵守你的话语，才袂跋倒。当阮谦卑来到主面前，认罪祈祷，求你赦免阮的过失，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真理，明白你国度的奥秘。求主大权能的保护，保守台湾面对即礼拜可能拄到的风台威胁，降低受到的灾害，保护台湾人民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平安。求主使阮有分享的气力，阮知影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恩典赏赐。求主，互阮愿意伸手帮助扶持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博爱手艺教会。求主施落满满的恩典，嘛纪念吴牧师牧养教会的辛苦。教会后半年有侪的事工，求主带领牧师忠直正当工，互大家同心合意，照主的旨意来侍奉，彼此关怀，伫服侍中经历主的同在。嘛帮助阮诚做光甲盐的见证，扩展神的国度。即礼拜教会少年甲玛纳团契要到南方澳教会出联合的福音队，求主互因出入平安，帮助学生身体心灵拢勇壮，祝福因的服侍结出丰盛的果子。互主的爱传遍每一个角落。阮教会有身体病痛，也是心灵软弱的，拢带到主的面前，求医治甲赐平安的主施恩伫伊用的身躯顶。即时求主安静阮的心，将吴牧师的信息得到你的性命的教导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强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，伫咧新约台语汉语本第123面。第34节，我用新的诫命互恁。就是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捌疼恁，恁也着安尼相疼。恁若相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这是博爱手艺教会献诗，活出爱，活出爱。
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讲道今仔日普爱手艺教会吴牧师要带来的分享的是爱的团契。敬敬的柯牧师、各位长执以及咱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实在是真欢喜，会当搁在伫遮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，
来分享上帝的话。约翰福音第13章，伊的特色是伫咧讲主耶稣对世间人的疼。伊也毋望咱着爱照安尼来互相相疼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会通讲是第13章的结论。主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以前，伊留落即条新的诫命，就是恁着相疼。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聚会敬拜上帝，有时嘛会真做习惯性的宗教行为。当咱伫咧礼拜中读到主新的诫命的时，咱是毋是伫日常的生活中间有真正照安尼行呢？今仔日我想要借即个机会，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思考主耶稣即个新的诫命所要爱咱学习的。34节的下半段，主耶稣讲：亲像我捌疼恁，恁着安尼相疼。那安尼，耶稣是安怎疼咱呢？这着爱对13章第1节开始来看。约翰福音13章第1到17节，耶稣要求学生爱互相洗骹，因为耶稣来是要服侍人，毋是要互人服侍。咱拢会通了解，伫耶稣迄个时代，无有啥物交通工具，嘛无奥多摆，无汽车，出门步步拢着爱用行的。所穿的是一种简单的草鞋。若对门外口入来，伊就会双脚拢真垃圾。若有人客要入门，拢会伫咧门口先甲因洗骹，所以拢会伫咧厝的门口会放落一个水翁，来甲人客洗骹。而且这通常拢是萝卜所爱做的工作。当学生在争论谁人要做大的时，主耶稣就亲自苦咧甲学生洗骹，而且阁要求学生爱亲像萝卜甲人洗骹的谦卑态度来彼此服侍，而且这嘛是咱相疼的实际行动的一项。这种彼此服侍的相疼，是无分身份地位，无分贫贱富贵，就是爱用诚恳谦卑的态度，彼此包容，互相接纳，甚至爱亲像主耶稣安尼，用万王之主的身份来甲学生洗骹。安尼的疼是一种无私的疼，毋是要为着家己会当得到啥物所付出的服侍。这种疼是完全无顾着家己的利益。较早我捌听见有一个天主教的传说故事。受人尊敬的圣 Francis 神父，伊原本是一个贵族，所有用的物件拢是上介好、
上高贵的。但是伊无爱即种安逸的生活，心神总是会感觉真无平安。有一天，伊单独骑马出外，伊伫咧城外有看见一个着太过病的人，伫咧路边寒甲死死阵，规身躯有烂，看起来着真恐怖。迄个时阵，伫伊的心内有一个气力一直催逼伊，伊着落马将家己的外套脱落来，摸迄个着太过病的人。当伊看伊摸伊的时，迄个着太过病的人竟然出现耶稣的面貌。另外，咱嘛常常捌听见特蕾莎修女的故事。伊捌讲过，伊服侍遐互人放杀伫咧路边，常常要死的送向老人的时，伊拢伫因的心上看见耶稣的面。巴克莱牧师的注解内面有安尼提起讲。咱若哪接近苦难的人，就会哪接近上帝。这位 Francis 神父甲特蕾莎修女，因即款对人的服侍，就是一种无私的疼。因只有看见上帝的面，就哪服侍，哪甘甜。第二，耶稣的疼，就是一种牺牲甲体谅的疼。主耶稣为着救赎咱世间人的罪，伊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这种伟大的疼的道理，咱拢清楚嘛明白。而且咱也看见，主耶稣明知伊的学生的中间有人要出卖伊，伊的心内一定也真艰苦。但是主耶稣伊并无当场责备，反倒表现出搁较大的疼心。巴克莱牧师伫伊的注解嘛有安尼提醒咱一个事实。就是人若哪伤害耶稣，耶稣反倒就哪疼伊。咱人若受到伤害，也是不了的时，拢会感觉非常的痛苦，甚至怨愤。但是主耶稣伊却毋是安尼，伊面对上介大的伤害，甲上深的反背的时，伊反倒是用谦卑，搁有疼心的态度来对待伊。第三，耶稣的疼是赦免的疼。主耶稣伫伊的祈祷文的内面，伊嘛甲咱讲，咱着爱赦免别人，亲像上帝赦免咱共款。马太福音第5章23到24节讲，所以你若咧献你的礼物伫祭坛，也着伫遐记得你的兄弟有啥物挟欠你的，着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，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你的礼物。主耶稣伫遮也劝勉咱。爱互相赦免、和解。伫3天的功课内面，互相赦免是上介重要的学习。这门听的团契的功课，
嘛是阮普爱手语教会设立到今31年，阮一直不断咧学习。捌有农林的朋友甲我分享，伊感觉生活伫即个大的社会环境内面，就若亲像是一个孤儿。当然，伫真实的生活中间，嘛是有亲生的父母、甲兄弟姊妹。我伫遮咧讲的孤儿，毋是讲阮去互气杀，也是对细汉就无父母。乃是阮伫成长的生活环境内面，阮的父母也是兄弟姊妹，拢较袂晓用手语来甲阮沟通。或是讲因为父母无闲，伊无法度慢慢来甲阮沟通，拢用迄个上介简单的手势，比如讲食饭啦、洗身躯啦、读册啦等等的，遮个简单的手势。虽然父母甲兄弟姊妹拢有伫身躯边，但是因为阮听无，袂通有真好的沟通，阮的心情就若亲像去互气杀的孤儿。阮需要啥物，就是互你钱啦，互你食啊，互你穿啊。想要甲父母讲一寡心内事，阮嘛是无法度。虽然我本身是较无有即款的感受，因为我有2个姐姐，甲我同款拢是农人，阮会当相做伴，有做伙做伴。我刷落去即个小话，甲咱各位同款，拢是有听去的。因为阮常常啦，伊拢常常甲阮3个姐弟仔做伙，伊嘛学会晓手语甲阮沟通，嘛真做阮甲父母的沟通的桥。说实啦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聋哑的囡仔，厝内兄弟姊妹拢无啥会晓甲用手语，就是真正就亲像孤单，就亲像孤儿安尼共款。其他无方便的人，亲像目睭无看见，也是肢体无方便的，因拢会当用有声的语言沟通。但是阮农人到外界，阮就真正有语言沟通的脱碍。虽然阮会当用手语来表达，但是别人看有看无，这就毋知啊。这对于聋哑的囡仔来讲，实在是真伤心的代志。这就是我咧讲的孤儿的感觉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借着上帝的名所设立的手语教会，互阮的会友会当找到真正属于家己的所在，一个有温暖、阁有归属感的所在，是一个属于上帝疼的家庭、疼的团契。会友来到教会了后，因为圣经的教导，慢慢体会，阁明白疼是对上帝来。也用圣经所教示的疼来彼此相疼。伫即个中间，阮嘛是会定定讲，看即个人无顺眼啦，也是无介意迄个人啦，也是讨厌即个某某人的现象。连我本身嘛会有即种的想法，我会看袂惯遐个自私自利的啊，也是行为无好的人。但是伊嘛是上帝所带入来的人啊，伊嘛要追求上帝的疼。咱总是会用人的眼光、的标准去判断人，无介意即个人，讨厌迄个人，总是圣经教示咱，着爱用上帝里面的眼光，互相相疼，互相赦免，彼此相接纳，搁较爱彼此服侍。咱拢是罪人，伫教会、伫群体内面，嘛拢会有人的问题，彼此有冲突，有互相看袂惯势的，咱着爱定定祈祷反省，知影咱人的疼是无够的，搁爱常常思考上帝的话，
做伙学习接纳彼此会无共款。感谢主，有圣灵的引带，互阮规个教会慢慢有和谐的气氛，慢慢成做一个伫基督内面听的团契，一个属于上帝听的大家庭。会记哩，阮第一届受邀请来到咱文山教会做伙礼拜的是伫个2003年10月26，到今嘛已经20年咯。真正非常感谢咱文山教会牧师、全体长职以及众兄弟姊妹。这20年来，对阮博爱手艺教会关心、疼痛甲支持，互阮搁较感受到咱大家做伙平平伫主耶稣基督疼的大团契内面。愿上帝加倍祝福咱文山教会。请咱做伙三角祈祷。是了，疼痛的天父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使阮有重新塑造阮有正直的心，搁互阮会当搁再一届体会你疼的伟大。阮也伫即间上帝的名所设立的文山教会牧师、长职以及众兄弟姊妹的身上，阮看见因接纳最微细肢体的疼痛甲服侍。阮也恳求天父上帝纪念因所做一切的宣教甲关怀的事工，大大祝福文山教会牧师、长职以及众兄弟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481首。圣诗481首，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，基督恩典自尽合意，都以上帝，都以的主，共一个信，共一个听。对一个圣神领受，同以洗礼，咱属主子民结连一体。请起立，圣诗481首。因着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基督恩典自治合一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，基督恩典自治合意，都以上帝，都以的主，同一个心，共一个听，对一个信心，领受同以洗礼，咱小主子民结连一体，咱对基督。得到合意，基督恩典自治合意，让咱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，基督恩典自治合意，对上帝都伊的主，共一个心，共一个听，对一个信心，领受同伊洗礼。主民结连一体，请坐，奉献。
真济报告，伫报告的大声，咱做伙来读经句，咱做伙来读两解，请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后礼拜圣工分担，领袖廖秀兰长老、司礼彭兆亮执事、司琴陈佑兴姊妹，献诗是松富团契，书献是我本人甲郑仁交执事，交胎我本人甲田宣豪弟兄，音控李尔伯执事。张建传兄弟，刚购经理许牧师。后礼拜查经祈祷会，拜三查经祈祷会。题目是在神的家做梦。经文是创世纪28章第10到19节。主理是曹明祥执事，赎回施新宇执事。后礼拜主理礼拜，主理是科博书。经文是创世纪18章18节到22节，29章25到26节。题目是雅各在想什么？信息请家己来准备。周报第内面教会消息报告，本主日感谢博爱手艺教会吴牧师带领牧师娘甲众会友。来请安、敬祷甲献诗，我只是代表教会甲伊谢谢，请大家继续为着普爱主义教会来关心代祷。第二项，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咧1楼的会议室有交台训练，讲员是郭金敦执事。中昼有备简餐，伫咧1楼会议室。第三，团契会长的就任下主日7月30号要举行少年团契会长陈佑新姊妹、玛纳团契会长张信群兄弟的就任，求主祝福。第四项。暑期的福音队7月25到28号，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要暑期联合福音队，要前往南方澳教会，请兄弟做伙代祷，求主赐因智慧、能力甲稳定，伫咧筹备的过程嘛真顺利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听，求主看顾，赐平安。喂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福音队要出发，但是看到有风台，所以我即时我毋知是要求有好天气，也是要求风台，互咱台湾有雨水，所以这是两难。但是我相信，伫上帝稳定疼痛的内面，福音队因要出去，因要做工。上帝嘛保守，互咱台湾有够夜的雨水，袂欠水，无造成咱的灾害。所以今仔日因伫拜二要出发，所以咱今仔日要请食福音队所有的同工，拢总有14位、15位。但是因去到南方有教会，遐当地囡仔有要将近35位，所以因14个人要来服侍遮个囡仔，而且佮安排所有的课程。因伫过去这2个月中间，因拢筹备好势啊，所以即时咱要找肯因出发去到南方有教会去做上帝工，所以即时要邀请遮所有伫福音队参与的遮个同工、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遮个囡仔来到台前，咱做伙为因来找肯甲祝福。
来，唔敢徛起来，来头前，唔免惊，来到我边啊，在我旁边。因为有几位呢，因为时间未拄好吼，所以今仔有即几位来代表，2、4、6、7位拄好一半吼，一半就当出发啦，所以就靠因7个啊。无，其实还佫有其他的同工啊吼。咱即时当心为着因来祝福祈祷，你若当举手来为因祈祷，你就举手为祈祷；若无，你就当伫你的内面为因即个福音队咱来祈祷，咱当心为着因来祝福以及切恳的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，互少年团契、甲闽南团契遮的囡仔，会当家己自立自发，组成福音队，然后伫因整个筹备的过程中间，拢有上帝的听，甲上帝你所赏赐的智慧伫呢中间。透过因定着即届的主题是听，就是上帝的听要伫因的身躯顶，因为因领受着上帝的听，所以要将即个上帝的听去甲人分享。愿主互因带着上帝的听去到南方教会，伫遮所有参与营会遮的学员，伊会当对因所付出的、因所做、因所行动的听。互因真正感受到上帝听堂伫遮所有人的身躯顶，愿主祝福因。虽然天气有风台的进步的即个代志，总是阮相信，当因要去到南方教会做工的时，上帝你会甲因同在，看顾保守因，互因手中所做工一尽拢顺利。愿主祝福因伫即几工的行程中间出入拢有上帝保护看顾。有上帝平安的同在，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拍鼓啊，甲因欢迎。好。咱来用刷要辨诗，信诗392首，用诗刷请吴牧师祝祷。圣诗392首，保罗上帝万福本愿，请起立。保罗上帝万福本愿，地上万民齐声称赞，天顶圣西上赞万岁。星星上帝，请咱兄弟姊妹，恁会使拍开恁的目睭来看牧师的祈祷。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天父上帝无条件的听，以圣神的感动，借着上帝的话，激励咱每一位，也甲咱每一位同在，特别也甲遮的少年团契的福音队同在，对打到永远，阿门。
咱彼此请安。